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伫个礼拜进前，咱来先练习，咱一个礼拜中所要吟唱的圣诗。首先来看圣诗第8首。圣诗第8首，夜幕观看穹苍无穷。这首圣诗，这曲是海正写的。常常伫大港节期，也是咧大斋节期咧吟唱。还是讲到这，阮看到这天空这穹苍宇宙的一切，就想到上帝奥妙的创造。咱这首诗歌应该是真熟啦吼。咱来吟第1段甲第3段。圣诗第300首，愿真感谢你，至诚仁爱。这首诗歌，这曲是菲律宾伫咧美国牧师所写。咱唱第1段、第2段甲第4段。愿真感谢你，至诚仁爱，你求愿愿你，你上花爱，赞我无约会，我梦行行，欢喜就阮你，你心思命，为所事为难。圣诗第72首，
圣诗第72首，就圣诗伫咧问讲，咱伫咧倒位当看到耶稣，找到耶稣，其实伫咧一切受造中，不管是伫咧家觉中，伫咧妖魔的人群，伫咧艺术，伫咧建筑，拢会当看到耶稣伊所奇妙的安排。咱来即首诗歌有6段，拢短短咱来吟全首。谢谢。这时礼拜要开始，请咱大家闭目心来敬拜上帝。
恁着学乐耶和华，我的心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。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，伊保守诚实到伫永远。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，赏赐食物互枵餓的。耶和华透放受关家的，耶和华开痴迷人的目睭，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，耶和华疼惜义人，耶和华保护出外人，扶持孤儿寡妇，独独互歹人的道路弯翘。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，即安啊，你的上帝要做王到万代，恁着学乐耶和华。请咱三甲来吟诗学乐上帝，正诗第8首，夜幕远看强强不强，请大家起立吟全首。请咱三甲来祈祷。至诚疼痛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伫现准时世界混乱，四围有战争，大海局势嘛充满紧张甲挑战的时阵，总是阮看见你的恩典，无离开台湾这块土地。
感谢你听做阮的灯牌，伫行遐的中间，犹原赐阮平安。阮为着即款无比的恩典，着懊恼无线。主啊，阮要继续将台湾即块土地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恳求主，你赏赐国家的领导者有对你来的智慧甲勇气，面对着对方的强权压迫，以及国内欠缺理性的在野政党，会当用坚定的心智甲智慧的手段来化解困境，继续守护阮，成做一个生存和平、守护民主甲自由的国家。公义的上帝，阮也深信你是历史的主宰，是主爱的上帝。你无爱看见百姓受苦，阮深信你要照着你所定着的时间，亲像先知所预言的，除去遐个残害人民性命、骄傲自大的强权，互公义得到显明，互受压迫的人民得到讨办甲自由。恳求主，你也看顾阮今仔日礼拜的进行，使阮的心灵伫你的话语中间得到安慰甲力量，互阮有气力伫即个世间来做光做盐。但愿知阮的祈祷是无完全的，即时阮要学习主耶稣在早所教示阮的安尼讲：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人。因为国、权、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第55篇，正史的后面第1099页，启应文第55篇。这篇启应文是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。咱三甲来启应。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，要啉啥物得操烦。性命敢毋是比食物较重要？恁看，空中的飞鸟，因无种作，无收成，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。恁敢无比因较贵重？恁哪着因为要穿啥物操烦？不过，我甲恁讲，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，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在活，明仔载互人ฮ็伫火炉。伊兼袂搁较甲恁糟蹋。所以恁毋免操烦讲，阮要食啥物？食的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。就先追求伊的主权，甲伊的旨意实现。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。是日的艰苦一日长。咱搁三甲来吟圣诗第300首。阮真感谢你，至诚仁爱，请大家起立吟全首。
济，咱搁三甲来祈祷。至圣的阿爸爸上帝，愿感谢你，但愿自执伫你的面前，心内较无要听你的话。自愿知人的智慧有限，若无你的引带，阮就无法度明白你真理的奥妙。恳求主的灵即时降临，除去阮心内烦恼甲杂念，开阮灵魂的耳孔，互你的话语成做阮骹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互阮毋但是听见，搁较明白，搁行出你的道理。主，阮也恳求你的智慧临到你的仆人黄春生牧师，用圣灵抹油伫伊的喙唇，讲出你的话，成做阮的安慰甲力量，引带阮行伫公义甲平安的道路。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咱三甲来共读圣经，今仔日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8章。第1节到14节，以赛亚书第58章第1节到14节，请大家看，听我来读。要大声喊，毋通停止；要出力喊，亲像在分扫角；要对我的子民宣布因的背逆，对雅各的后代宣告因的罪。因逐日在找求我。伊也会要知我的道路，那亲像是秉公行义的国民，无弃杀因的上帝的命令，因有对我求问公义的审判，那亲像欢喜亲近上帝。毋辜因问，阮禁食，你若无关心；阮刻苦，你若无注意。其实，恁伫禁食的日。也为着家己的利益，强迫恁的工人做苦工。恁禁食，嘛伫冤家争斗，用凶猛的拳头母治别人。恁今仔日安尼伫禁食，减会互恁祈祷的声透到天顶。这减是我所爱的禁食。人刻苦家己的日子，减是安尼。恁亲像芦苇。头暗暗，穿满衫倒伫火夫。减讲，这就是禁食，是上主欢喜接纳的日。其实，我所爱的禁食是安尼：偷开无公正的锁链，剪断白重大的锁，偷放受压迫的得自由，讲断一切的担。我所爱的，也毋是恁甲妖恶的分享食物，接待无家可归的善食人去恁兜，互赤身裸体的有衫通换，无闪避对亲人的责任。安尼，恁的光会亲像黎明发出的光，恁会真紧得到医治，恁的公义会做先锋带恁，上主的阳光会伫后面。保护恁，迄时恁求叫，上主一定应答。恁对伊求帮赞，伊会讲：我伫遮。恁若将欺压人的胆刷开，将指责人的镜头刷走，无搁讲人的歹话。恁若将食物分互妖恶的人，满足困苦的人的需要，安尼恁的光会伫黑暗中发出。暗暝会亲像日中昼，上主会继续引带恁，互恁伫空闲的所在，伫逐项拢满足，互恁的骨头臃肿，恁会亲像有水灌压的园，亲像有水直直流的水泉。恁的中间早就荒废的所在，修建古早就有的地基，恁会互人称作补破遐的。互人叫做修理厝，互人徛起的。恁若无破坏安息日，无伫圣的日子追求利益家己的事，恁若看重安息日做通欢喜的日，尊重伊做上主的圣日。恁若尊重圣日，
无做日常的工作，无做家己欢喜的事，无人善讲话，安尼恁就会对上主得到喜乐。我要互恁伫地上逐所在受尊重，用恁祖先雅各留互恁的产业养饲恁。上主亲嘴安尼宣布。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。接着，请西曼甲耶杜顿诗班用诗歌带领咱来敬拜。因要吟的诗是救主愿你做我牧者。
即点请黄春生牧师讲道，真实的敬者甲安息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恩典，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。今仔早起，少年团契希望诗班也都顿诗班，带领咱做阵来敬拜。通过这首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来引带咱。特别歌词的内面咧讲起，有一个词带咱行正路。这救主保守。毋干那互咱伫日常中间的征战会通胜利，伫患难的中间会通安稳。其实，搁较一直是咱所行踏的，爱下伫伊的公义甲正直。这就若亲像诗篇23篇所讲的，为着伊的名，带咱行正直的路。今仔日也是大灾节期的第5主日。伫宗教改革以前，大灾节期40日的中间，拢需要禁食，特别是禁食迄个食肉。今仔日也拄咱咧读到以赛亚书58章，咧讲起即个禁食。但是对于禁食的意义，圣经内面而且咧讲起先知发出救赎的声。其实，伫这个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阵，伫瑞士这个苏黎世嘛引发，因为禁食的代志引发宗教改革。因为迄当时苏黎世有一个真少年的这个神职人员慈运里，伊伫迄个当时1522年，这个大灾节期拄啊开始无偌久。因为伊有一个朋友是咧开即个印刷厂，因为迄当时印刷术拄啊开始兴起，所以伊的工作量是非常的大。伫即个印刷厂的工人，逐工逐暝拢伫遐爱赶工，逐个人需要搁较济的即个体力，所以迄当时，伊迄个头家就是安怎？伫因的即个印刷厂迄个所在。烘2条迄个咱讲烟肠啦，香肠2条，要切互工作的人做阵来享受。迄当时，水女就受邀请到伫因的中间，当然食饭爱祈祷，就是牧师祈祷。但是逐个人爱食，水女本身伊家己无食。这个代志后来，互这个罗马当局知影。讲因违反伫大灾节期的中间食肉，所以安怎要来处分这个人？迄个水女伫迄年的4月16日，主日的讲道，伊用论食物甲选择的自由，公开的解说这个代志。因为伊咧讲起大灾节期这个规定、禁食的规定，伫圣经内面拢无找到。清清楚楚的这个教导也是原则，所以讲这毋是犯着信仰的罪。其实咱爱知影讲人类的社会中间，其实有当时咱咧讲着禁食的时阵，禁食是一种敬虔的宗教行为，无论是犹太教。基督教还是其他的宗教，其实有真侪时阵禁食，拢咧表明人的悔改、谦卑超找上帝。但是为什么这个禁食伫16世纪的时阵，却成做苏黎世宗教改革会引起的原因？今仔日咱所读到以赛亚书58章论到伫禁食的问题。咱直接看到，上帝敢有反对因的禁食？其实是无呢。但是伊有指责，指责啥物？讲恁敢若有禁食外在的形式，却无有真正禁食实质的内涵。只有宗教表面的仪式、表面的敬虔的语言，无有信仰要紧的内涵。所以伫咧第30咱来看，伊讲其实
恁伫禁食的日，要为着家己的利益，强迫恁的工人做苦工。换一句话，互咱看到，迄个宗教的禁食的形式，虽然有，但是安怎，却是无真正甲公义相连结。若是信仰的仪式无有公义，安尼信仰佫剩啥物？咱来看今仔日即首所要带互咱要紧的信息。咱先来看第1节甲第2节。伫这一开始，先知毋是一个用真安慰的温柔的话甲因安慰。上帝是通过先知讲，要大声喊，毋通停止，要出来喊，亲像在分扫角。有看到无？这是真强烈的，讲大声喊，大声喊。这毋是一般轻声细碎伫遐甲因安慰讲恁辛苦啊，毋是啦，是大声喊。我讲爱亲像分扫角，这个扫角伫古早以色列分扫角是毋是用来表演的啦？扫角是用来报警，因为战争要来啊，分扫角，请大家注意，也是讲节期的时阵分扫角。爱大家来到伫圣殿来敬拜上帝，也是讲这个君王要登基，分扫角，大家做阵来庆祝。阁有一个就是安怎？伫喜年的时阵分扫角，就是安怎？爱讨棒，受掠的爱得到讨棒，所以这是分扫角。所以换一句话，互咱看到分这个扫角，这个号召。拢是重大紧急的警告。问题是讲，这个警告其实毋是对外邦人，安尼是对啥物人？是对遐个掠家己真敬虔的人。就若亲像耶稣的时代，耶稣对遐个假好、讲伪善的法利赛人，耶稣嘛是安怎？伫遐甲因警告，因为因掠家己。亲像敬虔的人，拢看轻别人，所以伫这第2节会讲起，因逐日在找我，意爱要知影我的道路。即句话安尼，若是安尼看起来，哪亲像遮个人真敬虔？因逐工的灵修、追求真理、认真渴慕上帝，哪亲像因是一个真模范的信徒？但是问题就出伫遮。圣经内面甲咱讲，因看起来亲像咧超找上帝，其实是安怎？是要满足家己。这是一个宗教上的错觉。人抓准家己的追求上帝，其实是要建立一个真家己真舒适，也是讲去互人抱的一个信用环境。伫信仰团体已经敬拜真做安怎？真做你的典视，你家己哪亲像真属灵？迄个典视嘛包括因安怎彼此的轻分。比如讲伫第4节讲恁禁食的时候，嘛是咧冤家争斗。所以内部的轻分啥物人？宗教礼仪禁食较济。迄哪亲像耶稣伫面对伫法利赛派的人，嘛是咧指出，因为因伫遐表明讲，阮一礼拜禁食2摆，恁拢无咧禁食，哪像家己是真属灵？因的禁食是有关因的利益，互人看起来哪亲像伊真敬虔，但是安怎是为着得到伊家己的名声，伊的敬虔检采对伫伊的利益是有帮助的。所以这段经文，互咱看到外表亲像看起来真复兴，但是却无有社会的公义。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受掠归回了后的时代。迄个时代是啥物款的时代？是圣殿已经重建啊，礼仪渐渐的恢复，宗教活动真活泼，看起来哪亲像安怎属灵的大复兴。但是社会内面发生啥物代志？咱讲好野甲善的，迄个贫富真悬殊，土地拢集中伫少数的人的身躯顶，负债、压迫、
劳动劳工受剥削，这是迄当时的社会。外口看起来信用真复兴，但是对伫社会无讲公义。这就是讲，真侪人追求宗教的安慰，但是对伫社会的无公义，也是讲基层的人因生活的困境安怎？咱讲真冷淡，所以外表真复兴，却是安怎？无有社会的正义。这是若甲瓦特布格们，伊就直接安尼讲以赛亚书58章，指出一种宗教的假现象，宗教的假象。宗教上有啥物假现象？就是人掠准家己只有敬拜，只有敬正，只要我有宗教活动，上帝一定安怎甲我同在。但是先知伫遮指出即款的假象，这互咱知影一个真关键的代志。如果咱的敬拜无有改变咱对人的态度，迄就毋是敬拜。这嘛是这段经文内面一个真要紧的提醒。接着咱来看第3节甲第4节。头前第1节甲第2节是伫遐先知伫遐大声话，第3节甲第4节轮到人民伫遐开喙。人民开喙咧讲啥物？讲啊，阮敬正，啊上帝你拢无关心，啊阮刻苦，上帝你拢无注意。这就若亲像咱所拄着咱的反话共款。啊，我已经真努力的祈祷啊，但是代志太无改变。我拢有来礼拜呢，但是上帝太若亲像点点。我已经牺牲付出真济，为什么上帝拢无回应？这通讲是一种属灵的挫折感，若亲像互上帝安怎不辱气煞共款。但是上帝甲有讲啊，甲安慰无呢？咱来看第3节内面安怎讲？伊讲其实恁伫敬正的日，要为着家己的利益，强迫恁的工人做苦工。上帝无甲因安慰，上帝是指出因的问题的所在。恁咧敬正的时阵，毋是为着敬虔，乃是为着家己的利益。原本的敬正应该是放落家己，谦卑屈服，掠上帝最大。但是现在敬正咧，成做一种追求自我的利益。我敬正，互人知影讲我真敬虔，我真敬虔，我的话语权就大。这是法利赛人耶稣的时代嘛是安尼。所以其实这拢无啥物改变。宗教活动是为着要互人来侮辱咱、认同咱，迄诚做一种工具啦。所以敬正宗教活动变成安怎？会当甲上帝交换利益。所以咱对了教会创始者加利文对这段经文内面，伊就指出，伊讲吼，人已经将敬正当作是一种利益交换的机制。简单讲，就是讲我敬正，我属灵操练啊，上帝你应该为我做啥物啦？这是一种利益交换的信仰，这毋是真正的信仰。信仰无过是人甲上帝中间要敲出迄个好好的关系，乃是人是望安怎？我通过这的敬正，上帝你就爱为我来付出，这是一种利益的交换。敬正却无将家己放落，敬正的本质应该是爱放落家己啥物？放下自己的欲望。所以大在这期要紧的是安怎？我要禁啥物欲望？有的人被手机捆绑有无？啊，你就爱安怎？禁这啦。哦，有的人安怎？被电视捆绑，啊，你就爱禁这啦。所以爱禁的真多，所以毋是禁啥物款的食物，是你的欲望。有的人用食做伊的欲望。
有的人将情路称做伊的欲望，有的人将金钱称做伊的欲望。所以要禁的是啥物物件？禁者真正要禁的是放落家己，无搁受者的束缚。但是先知伫遐指出，迄当时的人的禁者是安怎？要表明讲，哇！你甲看我的信用偌好，拄偌好。即种是虚假的敬虔，是要得到人的懊恼，甚至要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拢做啊，你要做啥物互我？你要赏赐啥物互我？即种的是真扭曲的信用，表面看起来真敬虔，内在却是真自我中心。所以咱会通安尼讲，因毋是真正要超找上帝。乃是通过这宗教行为，往上帝进行啥物？咱讲吼，属灵的勒索啦。咱有的人会安怎？对别人情绪勒索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嘛对上帝安怎？情勒啦，这属灵的勒索。当然，这款的勒索，上帝安怎？上帝敢会讲吼，戆戆，互你安尼勒索？无啦。所以伫遮，上帝就真清楚指出。恁为着家己的利益，我强迫恁的工人要做苦工。所以上严重的，阁有一项是啥物？敬虔甲压迫，竟然安怎做阵存在啦？上帝咧讲，恁禁食嘛在冤家3支，恁用凶猛的拳头舞争别人，你看看，相拍啦！这是互咱看到。敬虔应该是甲上帝、甲人建立一个好的关系，但是因的禁食却是安怎一方面去伤害别人。透早禁食，下晡拍人，会敢会当安尼？一边祈祷，一边彼此攻击，一边敬拜，一边压制别人，这是一个结构的问题。结构的问题。当初时的社会，彼此竞争，彼此安怎计算，甚至工人受剥削，基层的人受压迫，竟然敬虔甲压迫这两项做阵存在，这毋是真正的信仰。真正的信仰要带来是互人得到讨放的。再者，咱来看第5节。上帝伫遐拒绝迄个禁食，则有提出一个真关键的问题：禁食的本质是啥物？伫遮描写着人民的禁食，看起来亲像安那头压落低低，迄个芦苇。咱台语嘛有一句话呢，讲吼，稻啊熟熟安怎？吼，头就哪勒落来，因为安怎？你越成熟，你越头就哪勒落来，所以这一个代表讲啊，一个真成熟的人，应该是爱愈谦卑共款。但是，遮佫甲咱讲，因毋敢若安尼，因佫安怎披麻戴孝呢？古早时阵悔改标准动作，因做了非常到位。但是上帝竟然问一句话：这敢是我所爱的禁食？问题毋是外在迄个形式，问题是生命敢有真正会改变。根据利未记16章，禁食应该安怎？爱放落家己，内在谦卑悔改，毋是外在的表演。人抓准家己真敬虔，但是内在的生命却无改变。所以上帝伫遮毋是拒绝禁食。乃是拒绝迄种的无转变生命的禁食。你若要禁食，你要转变你的生命，转变生命活出来是安怎？互人会通得到讨放，亲像耶稣伫路加福音的宣告，伊讲伫遐宣告上帝恩典的喜年，真正互上帝接纳的日子，毋是迄个外在。迄款的禁食，乃是要互人得到讨放，互受压迫的得到讨放。所以，毋是敢若头咧咧迄款的姿势，
乃是要爱转往公义甲人民的性命。煞只咱来看第6节甲第7节，真正的禁食是安怎偷放的行动啦。第5节，上帝拒绝禁食，虚假的禁食，伊拒绝虚假的禁食。第6节甲第7节，进一步甲咱讲，上帝欢喜的禁食是啥物？这真关键呢！禁食无过是安怎？无要食啥物款物件，乃是要安怎活啦？所以加里文讲了真直接，禁食的本质是毋是禁食啥物，乃是安怎爱实践听。换一句话，真正互上帝建立的信仰，毋是真迄个消极的克制，乃是真积极的公义行动。对抗压迫、拆毁无公义的结果，这是安怎真正的禁食？因为伫遮列出3项相关的行动，伊讲偷开迄个束缚的锁啊，互受欺压的人得到自由，斩断一切的担。这个拢毋是真抽象，这拢是指出迄当时社会因为安怎债务问题，甲人束缚。经济剥削，因为工人劳苦，佮互人压制，制度性的压迫，所以这个动荡，亲像整个系统的压迫基层的人。所以爱尔兰的神学家凯蒂，伊重新的定义这个禁食。伊讲禁食就是安怎参与对抗压迫结果的行动。哦，这句话真特别。咱的信仰所展现出来是啥物？敢有去对抗压迫的结果？伫无公义的中间，咱敢有活出上帝的公义？这嘛，互咱看到以赛亚的信仰，伊深深连结迄个出埃及的传统。因为出埃及的传统，上帝受或者个做奴隶受压迫的以色列人，会通得到讨放，会通进入上帝所应允的家人。同款，而且嘛是咧提醒咱今仔日转来到耶路撒冷啊，但是咱阁活伫过去巴比伦的生活，咱伫遐受压迫，今仔日咱转来到这个所在，重新建立咱的国家，竟然咱阁压迫别人。这是毋对的。真正禁食，第二是安怎？爱中建、共享、共享，互资源流往需要的人。而且佫讲起，骄傲的人会当安怎得到分享的食物？无通大的流离失所的人会通大，甚至无衫好穿的人会通有衫好穿。其实这就是讲起生存上基本的需求，食物、居住甲衣服，这是人活落去上基本的需求。所以伫遮互咱看到，禁食毋是讲安怎，我禁啥物物件我莫食，嘛毋是讲我食较少的，毋是，是爱食积极的，分享互人嘛有通食。所以禁食的目的，积极的目的是安怎？资源重新分配，资源有诶分配互欠缺的人，这毋是施舍，这是责任，因为这是一种信用责任的分享。而且，佫进一步的讲起，重新定义啥物是亲人，因为第7节后壁迄句话讲啥？无闪避对亲人的责任。这个亲人是指啥物？毋是指血统、血缘，乃是指生命的共同体。因为因转来到伫耶路撒冷啊，回归转来啊，即阵人伫咱中间徛起的人，咱就是安怎彼此是亲人。耶稣讲，凡若遵行天父上帝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老母、我的兄弟姊妹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耶稣重新定义啥物叫做亲人，伫遮先知嘛是共款定义啥物叫做亲人。先知挑战咱，
咱到将遐受苦的人，也是讲你认为无关紧要的人，承认伊就是安怎？这个性命共同体的亲人，而且佫定心定义真正的敬拜。58章定心定义这个敬拜真特别。一讲起这个敬拜，毋是干那发生伫圣殿，那伊是发生伫社会的中间。坦白讲起，无啥比对亲人的责任，迄是看到圣殿外口遐个人。加利文嘛提醒咱，上主所要求的，毋是迄个外在的宗教仪式，爱具体的听，是一种承担的责任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真正的敬虔是爱互人、别人得到安怎伊的需要、基本的需要得到帮助。真正的敬拜是终止受压迫。所以，咱的信仰毋干那是对上帝敬虔，阁是需要对人有听，对世界有责任。咱做一个基督徒，人生是一个使命。你的使命是啥物？其实你读圣经、听讲道，就是搁一遍来敲吹你人生的使命是啥物？咱爱行往一个上帝国的方向。所以，咱会对抗极权，咱会对不义的所在，咱会当有反省。这是咱做一个上帝呼召的人应该爱有的。煞者，咱来看第8节甲第10节，伫遮爱讲起，讲祝福吼，毋是交换啦，是生命对上帝迄个真自然的结果。因为圣经安尼讲。安尼，恁的光会亲像黎明发出的光，这是第8节。伫圣经内面，光象征3件代志。第一个就是上帝的同在，第二个就是生命的更新，第三个就是整体社会的复兴。人若活伫公义的中间，迄个光毋是受制造出来，是真自然透露出来。耶稣甲咱讲，恁就是世界的光，毋是咱会当发光啦，是因为主住伫咱内面，咱住伫伊内面，咱自然而然会通安怎将迄个光，将基督的疼显露出来。煞接则搁应允讲啥？恁会真紧得到医治，医治毋是个人的安慰，搁较是群体社会的修复，破碎的关系会当得到修复，就地上的生命会当得到恢复，社会开始得到医治。然后上帝安尼讲哦，迄时恁求叫上帝一定会应答，这是第9节。咱搁回顾到第3节，因伫遐甲上帝讲哦，阮禁食吼，你拢无咧听；阮祈祷你嘛无咧听。但是上帝甲讲，我要听的是啥物？恁若真正行公义，恁若真正发出光，安尼恁的求叫，上帝一定会应答。为什么祈祷无得到回应？因为信仰若无有听厝边的伦理，上帝就袂听咱的祈祷，也袂回应。这是这段经文所互咱看到。伊煞接继续一讲强调3项代志。迄个光头前讲3项，而且一讲到光照入来的时阵，第一项是啥物？除去欺压，停止对昧的恶言，扶持困苦的人。所以咱会通安尼真正活出迄个光的时阵，咱的祈祷就袂是安怎，袂是空空的声音而已，乃是安怎敲吹上帝的旨意。上帝意爱是安怎除掉欺压，上帝意爱是除去咱中间对昧的话，上帝意爱是扶持困苦的人，互公义成做咱生活的方式。
自然就安怎照伫咱的顶头，迄个意志自然就安怎发生伫咱的中间。再者，咱来看11节甲12节，而且进一步甲咱带一个更较深的赞处，讲到整体的社会得到重建。甚至安尼讲，上帝会继续引带恁，互恁伫空闲的所在，逐项拢满足，互恁的骨头臃肿。这是一种生命的状态。毋是一个短暂的祝福。12节咧讲起，恁会互人称作补破起来的，互人称作修理厝，互人徛起的，这是非常具体的。修补圣殿的围墙，修补人的厝的这个壁，会通互人伫迄个中间安稳徛起。所以约翰加尔文伫遮会指出这段经文会讲起，教会的使命毋是要来导闪这个世界，乃是要进入世界，修补破碎的世界。所以咱的信仰毋是追求个人的灵性，乃是要参与上帝国的起造。有真侪基督徒拢将信仰是当作是安怎？你得救了没有？最要紧，对伫社会无公义的代志无要无紧。这拄拄是这段经文内面所要提醒的。咱敢若看到家己个人的需要，无看到整个社会的转变，这种的信仰是危险的。而且讲修补、修理厝，互人会通徛起。有一个世界有一个组织叫做国际人人家园，仁爱的人，仁爱的人民的家园。因这个组织真特别，对1976年的时阵，伫美国成立，因伫全世界足侪所在，会替一寡困苦的人、无家可归的人，特别伫第三世界。伫遐来起厝，互因来徛起。因这个50-60年的中间，帮赞1200个城市，建立真多的家园。这就是因咧做的。因讲，互世间的人，人人会通有所在徛起。你听这一个真正的信仰，哪会当实行伫咱的社会的中间，毋是讲我为着安尼是要为着宣扬福音，毋是，是咱跟自然透露出来，咱应该爱安尼行。所以伫这个信仰群体内面，咱看到社会会当得到修复，公义会当得到守望，甚至愿望会通有人见证。这拄拄是补破空的行动。咱的生命敢有要参与社会的补破空？这是咱一个真要紧的提醒。再者，咱最后来看13节甲14节。伫13节甲14节，甲咱总结真正的信仰，毋敢若是一个行动，搁较是一个定心定位咱的生命的价值甲方向。甚至伫遮会讲起安息日的精神，其实有3点安息日的精神。第一项安息日的精神安怎？无为着家己的利益，毋是好定咱爱去守安息日，爱守安息日，但是毋是掠家己最中心，安息日掠上帝最中心。咱亲像敬虔，毋是为着互人看着讲你甲看我真敬虔，毋是。法利赛人的敬虔，毋是敬虔啦。耶稣会讲，安息日是为着人所设的，是要互受压迫的人会当得到透放，互欠缺的人会通得到安稳。所以，毋是为着家己的利益，
乃是为着别人，乃是为着上帝。第二，安息日是一个分别出来，分别空间，分别时间，分别时间出来，甚至安怎分别咱的语言、咱的行动，而且，互咱看到，因咧禁食的时阵，嘛伫冤家；因咧禁食的时阵，嘛用拳头母去争别人。但是真正分别出来是啥物？将你的性命分别出来，将你的嘴分别出来，分别无搁黑白软骂，分别出来，将你歹的脾气甲控制落来，分别出来。这是一个安息日要紧的精神。过来安怎？经文咧讲起，对上主得到喜乐，这是一个真关键，毋是勉强啦，是安怎？你真喜乐，自然而然活伫上帝的内面。所以安息日的重点，毋是要强制禁止咱啥物，是咱的性命转向上帝。就咱亲像耶稣捌救赎法利赛人同款，法利赛人将安息日定做最的规条出来，但是耶稣和安息日，伊的本意是要互人得到安息。所以安息日毋是干那身躯停止工作，搁较是安怎？心灵放落咱的焦虑，无搁和人比较。无搁去计算，无搁安怎？风过讲啊，我是一个真属灵的人，互人来甲咱学咯，毋是。安息日毋是一种兴奋的日子，毋是计较的日子。安息日是安怎？完完全全掠上帝做中心，用上帝做咱的喜乐的生命。咱甲想看卖这段经文。这张经文带予咱啥物款信仰的反省？我想有两项咱会通做阵来思考的。第一项，咱来严肃检讨，咱的信仰是交易，还是一种转化？整个的信息中间，互咱看到一个真关键的问题：咱的信仰敢会伫不知不觉的中间，成做一种交换？咱的服侍，咱期待互人看到，互人肯定，其实这就是一种交换。咱的奉献，心内敢是伫遐拍算讲，上帝啊，我奉献较尔济吼，你敢是会当甲我祝福？所以有诶教会伫遐讲啊，你赐上帝看卖1/10，你赐上帝就拼天通。啊，当然，这伫马拉基书内面。有安尼的记载，但是伊的背景是无共款的，因为迄当时的重建圣殿，逐个人的信仰的责任是啥物？若有即款的信仰的责任，所以到新约的时阵，已经成做一种甘心乐意的奉献。古早1/10的奉献，其实是纳税的概念。今仔日咱的教会无去强调11奉献，去强调啥物？甘心乐意的奉献。我以前咧牧会的时阵，有迄个拄爱上班南部起来的青年咧问我，牧师啊，我薪水28000几箍，啊，我若1/10奉献我拢爱食泡面。啊，你甲我讲，我应该安怎做？我是甲讲。信仰是甘心乐，将来你有一天，你会通安怎？有搁较济收到丰富的祝福的时阵，你就爱知影，这是上帝丰富的恩典。你甲选择你要安怎奉献？迄回喺分享的中间，一个长老伊就家己做见证，伊讲我的奉献是过去我嘛是真艰难。但是上帝赏赐我足济，
伊的奉献已经安怎超过所谓的1/10。甘心乐意的奉献，这是真要紧的。咱毋通将咱的信仰成做一种交换交易，这是一个危险的。先知就伫遮通过安尼的指出，咱敢有即款危险的信仰？前后我嘛捌讲起，有迄个较灵稳的教会。牧师咧讲道的时阵，讲将恁裤底啊，迄个上大张的揢出来，一个几张，毋是一张，拢揢出来，拢揢出来，一个开始收奉献。敢会当安尼？迄毋是甘心的乐意的奉献，这诚做一种利益的交换。因为牧师佫讲，恁奉献愈济，上帝赏赐愈济，这是真奇怪。你兄这先知的话，拢是咧提醒咱。如果咱的敬拜、咱的敬祭，成做一种彼此表演，甚至成做一种利益的交换，这拢是上帝所无欢喜的。伫教会内，咱有当时会强调讲啊，咱着安怎聊谢赦免。是了谢赦免真要紧，但是教会敢有可能成做无公义的保护伞？有无？嘛有可能啊！我伫过年前，迄个监察委员，咱监察委员内底有过来长老教会的会友啦，嘛有教会长老，啊伊咧找我讲，黄牧师啊，我有一个代志想讲和你参详一下。我讲是啥物是我的代志？讲毋是啦，是长老教会体制的问题啦。我就问讲到底是啥物？哦，原来是性骚的代志，甚至安怎有教会内面即款的问题出现。但是教会讲安怎，毋通四界报用，也是讲咱爱互伊机会啦，等遮的。嘛有牧师安怎性骚呢？即个代志换一个中会，另外一个中会讲，阮看伊会用的阮着安怎？因太太嘛甲保证阮着安怎互伊继续无花即款的。监察委员就是咧招我讲即个代志。我讲这我袂当注意呢。我来甲你联络总会啥物人，即马啥物人咧处理即个代志。我替你联络，佫联络着少年教会蔡正罗牧师，阮就伫遐含监察委员咧讨论。伊毋茫讲咱会当有一个机制，教会面对遮的时阵，咱要安怎去，不要成为不公义的保护伞。咱有一个机制，会通安怎？若是受害者，咱要安怎去甲保护，包括伊伤害等等遮的。咱甲看到讲有一寡不适任教师，拢有一个不适任教师的迄个资料库，会当去查，啥物人不适任，啥物原因等等遮的。其实咱家己本身嘛爱去反省，敢毋是？其实真正的敬者是爱互人得到自由，真正的敬者是要互骄傲的人会当得到把助。真正的祈祷是要互破碎的关系受到医治。要紧的是安怎互人得到医治？我想这是值得咱去思考的。所以信仰毋是交易，信仰乃是要转化，互受害者会通得到医治，受加害者会通真正悔改。所以真正信仰的溃烂，毋是在伫咱要做啥物款的行动，乃是互咱知影，咱要成做啥物款的人，要成做属伫耶稣基督的人，也是安怎成做受这个世界影响的人。第二项要紧的假是要互咱知影，真正的敬者，真正的信仰。
一定会惊人民的苦难啊！咱台湾基督教教会信仰个别讲啥？讲通过听甲受苦，成做望的记号。因为咱的教会伫过去228白色恐怖一路行来，甲台湾人三角的面对咱的处境，咱的国家议题，咱过去伫威权时期的议题，咱惊人民的苦难。有一个对其他教派来到伫咱教会参加活动、参加讲座的一个少年家啊，伊咧问我讲：“牧师啊，你们办这些好好，我都有帮助。”啊，伊甲我讲，伊嘛是基督徒。我遐阵可能以来即种议题，可能拢丢到教会。结果伊甲我讲，毋是呢。伊讲我从真道教会来，嘿，啊，开始咧讲我们教会都没有在讲这一些。真正信仰其实爱行人民啦。上帝从来无禁止禁食，问题毋是伫禁食本身，乃是咱为什么禁食？禁食的原因是啥物？上帝所拒绝的是迄种掠自我中心的禁食，嘛拒绝迄个用计算的禁食。真正的禁食其实是一种邀请咱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头前，放落家己的一切，毋是要来去操纵上帝，乃是互上帝安怎来改变咱，改变咱的社会。真正的禁食，毋是减食一顿，乃是加互人一分，毋是互家己感觉真敬虔，乃是互别人安怎活了有尊严，毋是互咱的信仰敢若挂伫咱的喙，是爱有公义的行动进入咱的生活中间。咱等下回应诗会吟圣诗72首，你咧吟的时阵，你好好去思考去想看卖。我是安尼讲，耶稣，阮伫倒位找你？阮伫倒位找你？愿咱的禁食，愿咱的祈祷，毋是一种交易，乃是一条行往公义、行往人民的道路。愿圣神帮助咱同心来祈祷。主我的上帝，感谢你，通过以赛亚书58章，都带予阮信仰的反省。愿你帮助阮维持着先知运动的传统，也互阮看到耶稣运动的传统，也是沿线先知所传讲的。愿你帮助阮，无论先知的传统、耶稣的运动，一直到阮今仔日行往上帝国的运动，拢掠你的话最要紧。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咱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第70首，耶稣，阮伫倒位找你，请大家起立全首。我。
请坐。即点是公道的时间，咱今日要为着下面3项的代志来祈祷。第一，请为着3月29到4月初4受难周的灵修生活甲反省来祈祷。第二，为着普世民主国家做伙努力促进上帝国的实现来祈祷。第三，为着美国甲伊朗战争的结束，人民会当脱离集权的统治来祈祷。请大家共心开喙来祈祷。这点请廖宪明执事引带咱做结束的祈祷。主爱天父上帝，阮同齐来到你的面前，用敬虔的心来祈祷。主啊，3月29到4月4日是受难周，是阮重新思考耶稣基督为世人受苦受死的大恩典日子，嘛是阮反省悔改归向你的重要时刻。求你帮助教会众兄弟姊妹伫这段日子内，不只是守节、参加聚会，嘛为内心真正的反省。也求你施允，互教会伫这段时间所安排的礼拜、聚会、读经，拢会引带人来亲近你，明白耶稣基督为阮牺牲的意义，互阮用感恩、敬畏甲顺服的心来盼望，准备迎接在活节的领教。即时，阮嘛为着普世民主国家彼此帮赞，同心努力促进上帝国领教来祈祷。阮知影，若无你的公义甲真理掌权，人心就会偏邪，制度嘛会败坏。求你保守者爱惜民自由、人权、法治甲尊严的民主国家，彼此会使有智慧、有勇气，同齐合作，抵抗极权的扩张，维护和平、伸张公义。主啊，我嘛为着美国甲伊朗战争会通早日结束来祈祷。阮知影战争发生，受害上深的是平常百姓。求你施允人民阻止战事继续发展。求你安慰一切因为战争受惊吓、受伤、失去亲人的人民，特别是嘛，互伊朗人民早日脱离集权的统治。求你互阮不只是关心新闻。嘛会合适用祈祷来参与你的工课，不只是为着家己的平安来祈祷，嘛为着普世受苦的人来祈祷，互遐僻难中的人民拢会得到平安，紧紧重回正常，得到有尊严、有自由的生活。阮将这一切拢交托互你，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时咱来奉献。
大家起立，咱用奉献的诗做咱的祈祷。请坐。即时来报告，请大家掀开周报，咱来看通知事项的部分。通知事项第一，下主日3月29日，中秋主日是受难周的开始，请兄弟避免伫3月29甲4月初4这段受难周的期间，避免参加举行宴乐的活动，甲安排旅游的活动，甲普世的教会做伙来守节。伫3月29日迄日的主日礼拜中间，要来举行圣礼典，请兄弟备万心来参加。若有要参加受洗的，请牧师也是长老这边来报名。圣礼典的服侍的名单伫遮，请服侍者注意家己看。第二，基督受难日的节光礼拜，伫4月初3拜五暗时7点半，伫教会来举行，有邀请音乐密契诗班来带领，并且举行开放式的圣餐，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。第三，证明追思的礼拜定伫4月初5下午1点，伫大礼拜厅来举行。若有要参加追思过往亲人的家庭，请伫3月28日前，办公室这边来登记，提供奖片甲100字以内的怀念文。第四，每礼拜五暗时7点，守护台湾的祈祷会，3月初7拜五暗时有请张家文牧师来做信息的短讲，请到中原大学土木学的教授姚明伟教授来做处境的分享，欢迎兄弟做伙来参加。第五，圣经学校有邀请本教会何美雄教授。伊是中央银行中研院退休的研究员，伫3月29日要来甲大家做伙分享。伫后礼拜日上午11点，伫教会的地下1楼。第六，圣经学校今仔日有上课，后礼拜有全教会的演讲会。4月初5，搁偌济迄天是暂停，请大家注意。请大家继续为着圣经学校来代祷甲奉献。课程伫下骹这边的所在，请大家来看嘛，踊跃来参加。第七，本会甲台湾基督精兵协会合办的2016年爱的练习室婚姻成长团体的活动，对5月到10月，每一个月一摆。报名的时间是到3月31日来截止，欢迎已经要结婚的，也是已经结婚的夫妻做伙来报名参加。其他团课消息到介消息，请大家家己看。直接请吴春生牧师来介绍甲请安。咱今日无特别的这个来宾吼，咱也甲兄弟彼此来请安，愿上帝赐阮甲咱每一位参加伫地。
三甲来吟上营圣诗第386首，天下万邦万国万民，请大家起立吟诗刷，请黄春生牧师祝祷。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、恁的念头。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极大的疼痛、与圣神的相通，甲恁正大家三个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兄弟灭岛避讳，若是需要代祷的兄弟，会当到前定的所在，有同工会为你代祷。